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今麦收听的节目是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福音的广播节目。咱伫活命美娘的单元要继续来分享哥林多后书的这个概论。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有咧提到讲我伫恁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新约基督异灵，要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无添着恁这一件代志，有啥物会通不及别间教会呢？就是讲哥林多教会其实是袂歹的吼，所以传道人保罗伊写这张批真注重这个内心的表白吼，看起来一个忠心的仆人安尼用心关怀神的样这是重要的吼。保罗所写哥林多前书后书伫单纯信徒来顺服接受劝勉教导但是部分有私心的信徒，因却无法度因着这个体贴的这个感受来干那单单看重外表结果失去应该有的身份甲有的这个经历甲资源去攻击反驳这个甚至对抗保罗的提醒这讲起来观念错误反应阁伤大这到尾会受亏损啦所以将纯正的道理来教导境界这是神的带领顶头，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工课甲工作这个保罗伊定定来思想者，伊就感觉讲信仰应该有一个真美好的成果一方面感觉得到安慰另外一方面感觉讲遐硬心无悔改的人所以伊特别来写这个哥林多后书要互这人搁再看一摆来肯定信徒的反省甲努力嘛希望遐无顺服的人会当好好再思想神的爱甲真理所以哥林多后书差不多是主后55至562年中间来完成咱讲真做神的见证，保罗安尼勉励我神的选民都要显出神的见证来，所以主安尼讲，恁是世界的光，恁的光嘛的确同款来照耀伫人的面前，互因看到恁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予恁伫天的爸。哥林多后书内底，咱看到使徒保罗用家己本身的这个工作的心志甲经历甲对信徒的这个学老劝勉伫这个责备中，伊整理出一个基督徒应当追求达成神竞选的目标，加做神的见证。所以保罗讲感谢神，我定定率领伫咱耶稣基督内底来夸胜，就是讲伊走头前的啦。咱来靠主来赢过这个世界，并且借着咱伫各处显扬遐因信耶稣基督、认捌耶稣基督应该有的慷慨。所以咱应当伫迄寡代志顶头来显明基督的德性甲恩典啦第一人咱要来分享伫患难的环境中安怎去面对。哥林多后书1章第4节讲咱伫一切患难内底伊就安慰咱。人一生中有足侪无顺服袂当快乐的代志，10项讲有8、9项总是基督徒为着信仰伫许多时代搁有足侪这个逼迫甲阻碍，但是咱即摆已经来趟过遮咯无面对遮个问题。那圣经的真理甲咱教导讲，亲爱兄弟以后有这个火试炼要临到恁只是毋通掠到怀疑那像就拄着非常严重的代志彼得前书4章12节讲咱拥有无同款的理念甲对神的信心这就嘛要显出神的见证。那有保罗讲因为伫神面前，无论伫得救的人身躯因为迄个耶稣基督见证来愿意悔改人的这身躯，拢满有基督馨香之气馨香就是足高档的香料为着要献祭用的。因为安尼伫患难的环境内底一定爱肯定家己的身份甲信仰的价值。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讲你毋通掠做甲我做见证是见笑的。
嘛毋通因着我去用关假来感觉见效，总要按照神的能力，甲我和福音一同受患难啦吼，这就是生命阻碍。伊佫讲哦，今仔日是耶稣基督内底敬虔度日的，拢共款要遭这灾难呐，所以这足奇怪吼。感谢主吼，咱知影，咱本来袂晓祈祷，但是圣灵用讲袂出的叹息叫咱来得到帮助吼。这就是伊的旨意所要面对的所以咱嘛留意啦吼，无一定讲拢听淡遐。所以因就安尼啦，毋免惊吓吼。这个咱更加看重神的这个眷顾，伫经历内面用更较侪这经验来强化家己的信心，像保罗同款吼，用家己的体验甲咱证明。伊伫一切患难内底神会当互咱叫做倚靠神要来帮补咱、安慰咱互咱免受真侪的这个苦楚其实生活无方便，哪有讲就欠水、欠电无就洗衫啦吼。但是咱若甲想起来讲这拢是外在呢，更加重要的是啥物？更加重要的是你这不足的环境内底会当明白神的爱，好来沟通，好来反省思想，咱一定对主耶稣得靠较济。过来就是讲行事做人吼保罗所表达出来的精神就是讲咱爱来学习的方向。伊讲吼，咱所靠的若是家己的良心，见证咱凭着神的性格甲诚实，在世做人，毋通干那靠家己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若安尼对恁更加更较是啦吼。这伫哥林多后书1章12节讲的，行事做人的模式会当看出一个人的价值、个性。甲喜爱，主耶稣来教训咱讲，恁的义若无胜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断断袂能进天国。这就是要甲咱提醒借着真理的这个教导、圣灵的这个更新，伫行事做人顶头应该爱表现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这精神伫保罗的这个批信内底表明咱要学习的就是圣洁的心志。所以讲，迄个调令是圣洁的，所以伫一切事顶头，咱嘛爱圣洁啦吼。所以要效法这个约伯学习来约束家己的目睭啦、耳孔啦、喙啦，甲家己的动作，毋通干那宣布世间的这个罪恶，毋通贪恋这不法的利益，甲人来枉爱清清白白。要遵照迄个诚实的心伫做人实实在在袂使念伊是念伊非啦。心中无是非诡诈借着真理来忠进，行事做人表里一致，安尼前后一致，会当像保罗所讲的，讲咱就谨慎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伫主面前，伫人面前，更加是爱安尼啦。这是因为咱所听所传的道理来互相来印证，所以保罗讲，我记着信息的神讲。阮向恁所传的，毋是迄个是又是非的，就是讲哪是哪毋是的，毋是传这种的啦。第三讲表明对神的信心，相信一切拢伫神的掌管下面，一切运事拢是对神来的，所以毋免去嫉妒别人，嘛毋免来用人的方法不法的这个方式来争夺计较啦咱更加爱慕属灵的这个稳定。来确定家己所追求的目标甲方式，也安尼对各种的环境就充满信心。所以保罗勉励讲，咱毋是顾念迄个看见的咱要顾念的是迄个无看见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过一天。第三项伫分别以顶头咱信主的人热心虽然处伫这个世界，但神安尼讲，恁爱对因中间出来，毋通沾染迄个无洁净的物件，安尼我就收纳恁。我要做恁的爸，恁要做我的后生查某囝。哥林多后书6章17节18节安尼讲。所以保罗安尼讲讲恁甲无信的原不相配啦袂通共负一个牛担。为什么呢？因为信主甲无信主的人伫神面前属性甲身份无共，义甲不义有啥物相交呢？这就是对代志看法的无共。光明甲黑暗有啥物相通呢？这就是服侍的对象无共。当然比例甲这个基督有啥物相合呢？
因为教导的道理啊，根基无共。信主的人啊，甲无信主的有啥物相干呢？因为信主的人用圣经的真理做原则，无信主的人当然就无遮啊。这拢是上基本无共款的分别的所在。当然啦，爱要互咱甲世界有所分别，无效法这个世界，咱更加伫这个价值观啊、生死观念、甲生活原则，咱应当啊，伫凡咱心的这个观念、行事做人的法则啊、甲精神，咱拢爱安尼来勉励主内青年啊，伫工作、事业、朋友、弟兄交陪的时阵，拢需要神的保守。咱既然无离开这个世界啊，咱嘛袂使啊，因为安尼甲其他的人断绝一切的这个交往，甲做伙工作经营。但这中间咱就更加需要谨慎，防备迄个不法的诱惑啊，爱勉励啊，伫婚姻啊，伫这个工作顶头，拢爱神的这个保守甲带领啊，这上基本的吼。所以主要爱咱的这个观念啊，伫基础顶头啊，有遮大的差距，所以无信的啊，咱无法度甲因共款的方向、共款的目标，所以袂当负一个牛担，就是安尼啦。啊，而且咱相信婚姻是神所配合，爱遵照这个单纯啊、信靠啊，唔通好高骛远吼，啊实实在在沟通交往，的确伫圣灵的带领下面吼，主来联婚，做伙来建造经营一个蒙恩快乐的家庭，互家己啊一生中上重要的这个选择啊，永远无后悔。第四，伫悔改顶头吼，因为我靠神的意思来要求，就生出无后悔、懊悔来，会得使通得救。这就是讲，咱常常来反省家己，会晓认错。对人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考验甲勇气。人类第一代祖先亚当夏娃，因所留落来一个无好的榜样，就是互相来提示责任，无愿意随时来悔改认错，改变家己。一个基督徒若会当常常反省思想悔改认罪甚至同款的清楚态度的认知，亲像圣经讲，咱若家己感觉无罪，就是自欺的啦。真理就无伫咱的心内咯。咱若承认家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的确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这安尼讲，毋是讲咱会当得罪神，犯这个致死的罪你当然无救啊。但是一方面咱要清楚知影，这就是讲活咱这个世间，咱往哪会目着拉山。既然目拉山，就要用水洗清气。水就像刀真刀就像水共款。所以活伫现实的环境内底，佮带着肉体难免有一时的软弱甲疏忽。所以咱若愿意借着真理反省家己的心态、观念、个性、行为、言语，一看到有错误的时，随时甲神悔改，求神来赦免。要哪呢人就无法度将错误来加添予咱，嘛毋免甲错误提予神。咱会晓悔改，咱会晓认罪，咱会晓简单谨慎魔鬼的这个工作来做分别。毋是安尼来自我安慰啦咱是用更较这个严厉的态度、勇敢的这个态度来面对家己伫行为甲外在的环境，咱愿意来放下旧的家己旧有旧我来追求新的这个自我就是新的我、新人的这个成长。安尼袂使伫一时的这个软弱啦、失败下面就自暴自弃更加来肯定家己、接纳家己，爱用同理心来对待对方。会通接纳甲赦免别人，伫共同的勉励下面做伙成长另外一方面有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改变。人说使用各种的这个借口来提示责任，或者明知毋对结果硬心无要改，致使失去神所赏赐美好的这个赦免的机会，从落尾被罪完全来迷惑、来捆绑，安尼就袂快乐后悔嘛来不及因此保罗学了哥林多教会讲因安尼拢会晓悔改来表现，所以咱看着讲，借着神的意思来要求的是何等的殷勤会当自赎自说、自分恐惧、少年、热心、责备，伫一切事顶头表明家己拢是清洁的拢是洁净的。咱伫悔改的代志顶头嘛来表达神愿意来赦免咱，使咱力量追求完全成长这个重要的心智甲特别的这种做法。第五项伫爱心顶头
主要所讲哦，恁若有爱心哦，三听，安尼众人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啦吼。互人认出是主的门徒吼，这个爱是对神来的，所以讲神就是爱吼。最大的爱就是耶稣基督是字架顶来表达伊完全的付出、完全的牺牲完全的奉献嘛，完全的这个顺服伊伫完全的内底显明伊的爱是最完美的，更加主动愿意来完全牺牲啦吼。所以保罗伫这个马其顿教会所接受的爱心就是讲因伫患难中大试炼的时阵，犹原有满足的快乐；伫极其散切的时阵，佫格外显出这个因乐观的这个效温啦安尼会通来证明因是靠着家己的力量，而且嘛超过力量，按着力量超过力量凭着家己欢喜的来助助人来帮助人嘛用家己的这心愿做例讲我甘心乐意为恁的灵魂来费财费力，用安尼来勉励哥林多教会信徒所以伫主的内面来当产生这种的爱一方面是出自神的感动，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基督这信心的这表现总是这是主的大爱所以神的爱伫内在会互人来爱慕纯正的这个真理互相劝勉无好的行为伫主的爱内底咱通知这是上界纯正、上界谦卑的所以咱有咱个人的这个想法，但是心内毋通遵照迄个收分咱逐项拢那像讲这个煎鱼都已经乌去你免再来煎鱼去炒菜这就是保守这个性格这个煎鱼拢随时会当炒菜，还是讲要煎肉，还是要煎鱼用保养时就有来讲起来就来保养洗清气信仰其实嘛是安尼第六伫顺服顶头爱单纯顺服谦卑这是基督徒的特性啦因为咱有主耶稣甲咱留落榜样像这个15章约翰福音内底所讲所以顺服毋是迄个软弱的人去支持刚强的人的这个民主来表现，而且是真正为着要支持真理的这个决心啦这嘛互人通知有人安尼后悔啦，所做过的代志后悔，但是也要通接受，就是讲，既然我靠神咱就袂后悔啦彼此会当顺服，哪吒迄个骄傲的人，基督徒伫真理顶头会当顺服，会当付出，咱讲完全的奉献这是神的面前拢拥有这个口才也好啦，处事的能力也好啦拢会通讲为教会来准备啦所以咱要将人的心意来夺转来，像咱所讲的保罗讲，凡事袂当抵挡真理，敢来当辅助真理咱是软弱的但是要刚强，就要靠耶稣。所以保罗讲我嘛足欢喜的并且我所祈求的、所祈祷就是爱恁这个哥林多人拢做完全人。有影，咱人做完全人，爱通顺服、顺从神的真理，伫神的面前就有能力会当攻破各种这个魔鬼的诡计抵挡的这敌人抵挡的这个营垒，将人的心意来夺回，拢来做伙顺服耶稣基督。这嘛会当做成这个教会整体的性格，互人远离罪恶、欲望甲异端伫行事做人顶头毋通搁再挖靠家己心意更新变化，察验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见证安尼大大彰显。所以咱需要神的爱需要神的怜悯。哥林多后书中间，咱看到忠心的仆人用坚定不移的这个心苦口婆心来劝勉当时的信徒。虽然有严厉的这个责备嘛肯定有人要悔改来改变有神的能力同在见证就有迄个为主受苦的心志来表明这一切咱拢通知。既然你受恩典的人，拢爱立志伫各种的事上表明家己是神的用人啦那安尼，咱所显明出来，毋是干那一般的见证尔，所显明出来是生命的这个建造啦。感谢听众朋友做伙收听咱哥林多后书这个概论，咱就讲到这。咱要做伙来将这个所做过、所行过拢归荣耀来献予神，做伙压头灭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学到你伫人的面前，阮若像欠缺少的，但是神的面前是丰盛、是丰富的。主耶稣的恩典甲爱要阮来做伙
简单的这个分别亲像的这个分别，就是讲属神的人要得到快乐，无属神的人就软弱。所以咱求主来带领引带，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性命，愿因为平安临到所喜爱的人，哈利路亚，阿们。